发展的速度是非常的紧哦，相信对未来产业嘛有正大的改变。有真侪人哦嘛真烦恼讲 AI 会冲击到社会伦理，造成真侪问题。后面伫今年就通过人工智慧法案，是全球头一个有法律效力的国际公约。咱台湾的 AI 基本法的草案今仔嘛办公听会，嘛按算讲今年就会送到立法院去审议。今仔解破新闻，咱就请雅顺来为咱说分明。是主播。即马咱 AI 人工智慧的技术是当咧大发展，也毋过安全性甲信任度是拢有真大疑虑，所以即马全球包括着欧盟、美国、日本、韩国等等，拢有陆续制定相关的规范。咱台湾伫咧去年嘛有国民党的立委送出人工智慧基本法的草案，内容就包括着这主管机关无应该是所谓发展部应该爱交互国科会来管理，爱积极来投资发展，搁有爱亲像欧美国家共款，就爱建立分级风险的制度来管理。政府单位嘛，应该爱开放资料来加强 AI 的主权，也搁有繁体中文字的训练，避免着中国的简体字甲意识形态来渗透咱台湾。另外，也搁有针对着偏乡或者是经济弱势族群，就爱提供互因愈侪 AI 教育资源，落实着所谓平权。目前，咱立法院嘛咧举行头一场的公听会，要来收集各界的意见，互咱台湾伫咧 AI 时代会当防范风险，加强发展。咱若要讲到这制定 AI 的规范，就一定爱来看到全球上大型要实施的欧盟，因就是针对着 AI 的工具有对风险的低到悬分类来管制。风险上低，咱先来看，就亲像过滤批信、过滤信息这个功能，这就毋免受到管控。也毋过风险较悬小块，亲像开讲机器人，这就要求着爱保持透明度。也就是讲，爱互人知影讲，这使用的风险嘛，爱会当查出这是 AI 提供的资料，或者是透过 AI 产生的影像、声音等等。再来是高风险的 AI 工具，譬如讲分析个人的资讯、医疗数据，甚至是伫咧司法、招募人才等等咧使用，这对透明度的要求是更较悬。爱向使用者来提供详细资讯，避免有偏见，嘛确保袂去影响到人类的权利。也若上严重的袂当接受的风险，也就是欺骗甲操控人类，也搁有做社会评分，即寡行为是完全禁止的。也毋过即阵这规范嘛是去面临着制定上慢、无够周至，对袂着技术发展的问题，嘛造成部分相关的企业为着要符合这规范，得要付出更较侪的成本来做测试改良，恐惊是会去拖累着 AI 产业的发展。总是咱制定这 AI 人工智慧的规范，是要来确保人类的主体性，也搁有运输安全甲智慧财产权这权利袂去受到侵犯，兼顾科技也搁有人权。咱今仔日解判新闻就先讲到这，所以将镜头交转去互主播。